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30，诗篇81篇1节安尼讲：上帝是阮的快乐，恁着大声学罗伊，着出欢喜的声，学罗雅各的上帝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出欢喜的声，学罗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赐阮平安喜乐、恩惠福气的疼痛上帝。主啊！你是满有怜悯慈悲、丰盛恩典的慈爱天父。主啊！你是阮的快乐，是阮的诗歌，也是做阮拯救的主。主啊！天地拢会改变，世上万物拢会变换，总是你的信息永无改变，你的慈爱要永远伫地。主啊！愿感谢学罗你无煞。主啊！愿常常靠家己来行，最后拢是失败。主啊！求你帮助阮，再谦卑。我靠你来得到丰盛的活命。主啊！你是阮的快乐，阮要大声学罗你，阮要出欢喜的声，学罗雅各的上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